每個媽媽體質唔一樣，產後體質更加會改變。一齊睇下 Sarah 點樣通過食療去改善身體先。天恩嘅月膳咧就係比較個性化，針對各人嘅身體體質去調理。產後媽媽通常脾胃都比較差，應該食啲咩好呢？佢有啲酸酸甜甜，比較惹味，提起太太胃口啦。有蘆筍，有百合，有雲耳，有無花果啦。咁通常我哋快炒嘅。產後媽媽哺乳需要上奶，又應該食啲咩好呢？佢有健脾益氣、固腎嘅作用啦。話俾各位準媽媽知，去天恩培育嘅網站就有得訂專屬自己嘅月子餐，記住去睇下啦。